近准备去巴基斯坦的，建议就不要再去了，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在巴基斯坦都要被巴方的警察拘禁起来。我是刚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啊，我在白沙瓦和拉合这两个城市都被警察锁在了酒店，夸张的是连窗户都给我锁上了，不让我外出。巴基斯坦警方给出的理由呢，就是为了保护中国人的安全，但是这种限制只局限于对于中国人，另外所有国家的外国人都是可以自由外出的。然后我有尝试去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，得到的结论就是中方无权干涉巴方了。然后大使馆也告诉了我，但是巴基斯坦它不是一个旅游友好的国家，好吗？那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，我只被关了24小时。我在警察局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中国人，我问他，我以为他只被关了几天，然后他说他被关了1周的时间。然后听说之前有中国人在这边也是被关了蛮久的，关了1周或者是10几天的时间。然后巴基斯坦这边警方就直接把他们送到机场，把他们丢到机场，让你们现场去买，中国人现场买机票，立即离境。所以说没事就不要来巴基斯坦了，这种只针对于中国人的保护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